1990年係香港電影史上一個具有強烈宿命感嘅年份。如果將時光撥返去嗰一年嘅香港，你會見到兩個截然不同嘅身影，一個企喺懸崖邊緣準備跳落去，另一個就企喺雲端之上俯瞰眾生。嗰個準備放棄嘅人叫做黃子華，嗰年佢30歲，啱啱踏入而立之年，卻覺得自己嘅演藝生涯已經行到咗盡頭。而嗰個登頂嘅王者叫做周星馳，嗰年佢28歲，憑藉一部《賭聖》橫掃全港，開創咗屬於佢自己嘅時代。呢個係一個關於放棄者點樣喺30幾年後成為救世主，以及喜劇之王點樣喺歲月流逝中逐漸遠去嘅傳奇故事。當你仲以為呢個世界永遠係強者恒強嘅時候，命運偏偏喺36年後嘅今日，俾咗所有人一個響亮嘅耳光。1990年，黃子華喺香港文化中心租咗個只能夠坐300人嘅小場地，攞出自己打工返嚟嘅幾萬蚊積蓄，搞咗一場名為《娛樂圈血肉史》嘅演出。佢當時嘅諗法好簡單，亦都好絕望。做完呢場 show， 我就劈炮唔幹，轉行去做地產經紀或者保險。佢甚至已經揾好咗後路。呢場 show 只係佢對自己呢6年嚟喺演藝圈摸爬滾打嘅一個交代，一份骨灰級嘅遺書。佢喺台上面講自己點樣因為生得唔夠靚仔而被導演拒絕，講自己點樣喺無線電視台做助理編導嗰陣幫人執頭執尾，買奶茶買飯盒。佢將自己嘅尊嚴撕碎咗俾觀眾睇，每一句笑話背後都係血淋淋嘅真相。而同一時間，1990年嘅周星馳正處於一種近乎瘋狂嘅爆發狀態。嗰一年，全香港嘅戲院幾乎都被星爺呢2個字霸佔咗。單單係1990年1年之內，周星馳就有11部電影上映，傳媒直接將呢一年命名為周星馳年。佢主演嘅《賭聖》以4132萬港幣嘅票房成績，打破咗香港影史紀錄，成為第一部突破4000萬大關嘅電影。嗰陣時嘅周星馳行路都有風，全香港嘅電影公司老闆都拎住支票喺佢門口排隊。佢由一個喺《射雕英雄傳》入面飾演被梅超風一掌打死嘅宋冰月，搖身一變成為咗全港最炙手可熱嘅巨星。當時冇人會諗到呢2個喺1990年走向完全相反方向嘅男人，會喺30幾年後完成一場驚天動地嘅地位逆轉。如果今日你行喺旺角或者銅鑼灣嘅街頭，問啲後生仔，依家邊個先係香港影壇嘅票房真神？答案可能唔再係周星馳，而係黃子華。當我哋打開香港影史華語片票房榜，數據會話俾你聽一個好殘酷嘅事實，排喺第1名、第2名、第5名嘅電影，竟然全部都係由黃子華主演。至2026年，黃子華主演嘅《破地獄》喺香港嘅票房已經收超過1億7千萬港幣，呢個數字簡直係天文數字，直接將當年周星馳創下嘅紀錄遠遠拋喺腦後。仲有2022年初嘅《飯戲攻心》，2023年初嘅《毒舌大狀》，黃子華喺短短3-4年時間入面，完成咗票房3連冠嘅壯舉，甚至可以話佢一個人就撐起咗香港電影嘅半邊天。相比之下，曾經嘅喜劇之王周星馳已經有成5年幾冇新作品面世。佢最經典嘅嗰2部神作《功夫》同《少林足球》，依家喺香港影史10大榜單入面已經跌到去第9位同第10位，變成咗榜尾嘅守門員。更令人感嘆嘅係喺《破地獄》呢部戲入面，代表住第1代喜劇之王嘅許冠文親手將衣缽傳俾咗黃子華。雖然呢個只係戲中嘅情節，但係對於香港觀眾嚟講，呢一幕簡直就係一個時代嘅正式更替。到底呢30幾年發生咗啲乜嘢？點解一個當初連跑龍套都冇人要嘅失敗者，最後會贏咗嗰個曾經無所不能嘅天才？故事要由佢哋嘅童年講起。周星馳同黃子華其實有好多相似嘅地方，佢哋都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仔，2個人只係相差2歲，而且都係嚟自父母離異嘅家庭。周星馳7歲嗰年，老豆老母離婚，佢阿媽凌寶儀一個人帶大佢哋姐弟3個。周星馳細個嗰陣好窮，窮到要喺街邊擺地攤賣指甲鉗，或者幫阿媽推住架手推車去賣嘢。
佢性格由細到大都好內向，唔中意講嘢，唯一嘅興趣就係睇李小龍嘅電影。佢成日對住快鏡練習李小龍嘅招牌動作，夢想有一日可以成為大明星。1980年，18歲嘅周星馳終於等到機會，入咗麗的電視台做臨時演員。但係嗰陣時嘅臨時演員真係好慘，每日攞住幾十蚊嘅工資，有餐飽有餐餓。1982年，佢拉埋好朋友梁朝偉一齊去報考無綫藝員訓練班，結果梁朝偉一考就中，佢就落榜。後來佢要靠戚美珍介紹，先可以入到夜訓班。所謂夜訓班，就係你白天要打工搵食，夜晚先可以去上堂。周星馳當時每日收工之後，仲要趕去上課，凌晨先返到屋企，瞓唔夠幾個鐘又要起身返工，呢種日子佢挨咗好耐。而黃子華嘅身世同樣坎坷，佢細個跟住阿媽改嫁，繼父對佢好嚴厲，甚至可以話係冷淡。黃子華讀書好啲，起碼去咗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讀哲學，但係讀哲學喺嗰個年代嘅香港有乜嘢用？搵唔到食㗎。佢喺加拿大嗰陣要打好多份散工，洗碗、送外賣、做代英，乜嘢苦都食過。1984年佢返到香港，一心想做演員，點知嗰年無綫藝員訓練班停辦咗，佢冇辦法，只好報名參加編劇訓練班。佢當時以為做咗編劇就可以搵到機會做演員，點知入到去之後，佢被分配去做助理編導。喺香港電視圈，助理編導其實就係高級打雜，你要幫導演攞道具，幫演員買飯盒、影印劇本，甚至要負責喺片場清場。黃子華當時好唔甘心，佢曾經鼓起勇氣同一個電視台經理講，我想試下做演員。結果嗰個經理望咗佢一眼，好直接咁話，你死咗呢條心啦，你唔適合做演員，因為你生得唔夠靚仔，甚至可以話係醜。呢句話對黃子華嘅打擊好大，佢返到屋企對住塊鏡，問自己，難道一個人嘅才華真係要被外貌限制咩？就係咁，黃子華喺無綫做咗6年打雜，而周星馳就喺無綫做咗5年兒童節目430穿梭機嘅主持。周星馳當時每日都要喺電視機前面扮鬼扮馬，同班小朋友玩遊戲，但係佢心入面想嘅係拍電影。佢喺嗰段時間跑咗無數個龍套，喺《射雕英雄傳》入面演宋兵，喺《天龍八部》入面演家丁，甚至連一句台詞都冇。佢試過為咗多一個鏡頭，主動去求導演加戲，結果被人鬧到狗血淋頭。1988年，周星馳終於等到咗李修賢嘅提拔，憑借《霹靂先鋒》攞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，人生先開始有咗轉機。到咗1990年，周星馳憑借《賭聖》一飛沖天嘅時候，黃子華正處於人生嘅最低谷。佢覺得自己已經30歲啦，再咁樣喺電視台打雜落去唔係辦法。於是佢將自己呢6年嚟見到嘅娛樂圈種種怪現象、種種心酸，寫成咗一個多鐘頭嘅劇本。佢同朋友講，佢想將西方嘅 stand-up comedy 引入香港。佢哋諗咗好耐，最後先將呢種表演形式翻譯做棟篤笑。娛樂圈血肉史開場嗰晚，黃子華企喺台上面對住嗰300個觀眾，佢講咗一句好經典嘅話：大家唔好期望我會表演啲乜嘢，我只係想喺離開之前同大家講聲再見。但係當佢開始講述自己點樣喺電台做奸人角色，點樣喺片場被人呼呼喝喝嘅時候，全場觀眾竟然笑到停唔到。黃子華發現，原來將痛苦轉化做笑料，竟然有咁大嘅威力。嗰場表演之後，黃子華紅咗，但係呢種紅同周星馳嗰種大紅大紫完全唔同。黃子華喺棟篤笑嘅舞台上係神，但係一入到電影圈，佢就變成咗票房毒藥。由1990年到2008年，整整18年嘅時間入面，黃子華拍咗超過50部電影，但係冇一部係賺錢嘅。佢最慘嘅紀錄係1993年嘅《人生得意須盡歡》，全香港票房竟然只有51000蚊港幣，連租戲院嘅錢都唔夠俾。佢後來自己投資、自編自導自演嘅《1蚊雞保鏢》，票房亦都只有11萬蚊左右。
當時香港影壇流傳住一句話：搵黃子華拍戲就等於賭錢落海。而呢18年入面，周星馳正處於巔峰時期。1992年，周星馳包攬咗香港票房榜嘅前5名，呢個紀錄到今日都冇人可以打破。佢嘅《審死官》收咗5021萬港幣，成為年度冠軍。周星馳嘅無厘頭文化影響咗成個華語世界，佢由星仔變成咗星爺。佢嘅電影入面充滿咗各種天馬行空嘅想象力，無論係《唐伯虎點秋香》入面嘅含笑半步癲，定係國產007入面嘅古惑的槍，都成為咗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但係周星馳嘅成功背後，亦都隱藏住危機。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，甚至可以話係控制狂。佢喺片場入面要管晒所有嘢，連燈光、美術、配角嘅演技佢都要干預。呢種性格令佢拍出咗好多好電影，但係亦都令佢同身邊嘅拍檔一個個翻臉。最令香港觀眾心碎嘅，莫過於佢同吳孟達嘅決裂。作為香港影史最強嘅黃金拍檔，佢哋喺《少林足球》之後就再冇合作過。有人話係因為錢，有人話係因為周星馳太難相處。吳孟達生前曾經感嘆，佢同周星馳嘅關係有一種老死不相往來嘅感覺。呢種孤獨感喺周星馳後來嘅作品入面越來越明顯。2001年嘅《少林足球》收咗6073萬港幣，2004年的《功夫》收咗6127萬港幣。呢兩部戲係周星馳喺香港最後嘅輝煌。之後佢選擇咗北上發展，將工作重心完全放喺內地市場。2016年嘅《美人魚》喺內地收咗33億9100萬人民幣，創下咗華語影史紀錄。但係對於香港觀眾嚟講，嗰個熟悉嘅周星馳已經消失咗。佢嘅電影入面再冇咗嗰種原汁原味嘅港式幽默，取而代之嘅係大資本、大特效同埋迎合內地市場嘅梗。正當周星馳喺內地市場賺到盆滿缽滿嘅時候，黃子華仲喺香港默默咁捱緊。佢雖然電影唔行，但係佢嘅棟篤笑越來越受歡迎。佢喺公館開 show，場場爆滿。佢喺電視劇入面演嘅角色，好似《男親女愛》入面嘅余樂天、My 勝 Lady 入面嘅香港男，都成為咗香港人心目中嘅經典。2013年，佢憑藉《My 勝 Lady》攞咗無線視帝，但他竟然連頒獎禮都冇去，因為喺佢心入面，佢最想做嘅始終係電影。2018年係命運轉折嘅一年，黃子華宣布舉行最後一輯棟篤笑金盤口。呢個 show 喺公館開咗26場，場場一票難求。佢喺舞台上面講，佢之所以要口，係因為佢覺得依家嘅香港已經令佢講唔出笑話。佢想將所有精力都放返喺電影入面。同年，佢主演嘅《棟篤特工》收咗4470萬港幣，成為年度冠軍。大家開始發現，原來票房毒藥竟然可以變身成為票房靈藥。2020年，香港經歷咗好多嘢，疫情爆發，社會動盪，電影院封咗又開。黃子華喺呢個時候推出咗《乜代宗師》，票房收咗6956萬港幣。雖然呢部戲嘅口碑兩極分化，但係香港觀眾有一種心態，我哋要支持黃子華，因為佢係留喺香港同我哋一齊經歷呢次嘅人。到咗2022年，飯戲攻心，橫空出世。呢部戲原定係賀歲片，因為疫情延遲到中秋上映，結果收咗7766萬港幣。2023年初，《毒舌大狀》更加係一發不可收拾，以1億1500萬港幣嘅成績，成為香港影史第一部破億嘅華語片。黃子華喺戲入面飾演嘅林良水，由一個得過且過嘅法官，變成一個為咗平民公義而不惜挑戰權貴嘅律師。戲入面嗰句法律面前窮人含，簡直係講出咗全香港人心入面嘅嗰團火。點解黃子華會贏？因為佢嘅電影入面有香港精神。周星馳嘅電影係一種逃避現實嘅童話，而黃子華嘅電影係一種面對現實嘅諷刺。喺依家呢個時代，
香港觀眾唔再需要嗰種誇張嘅無厘頭，佢哋需要嘅係一種可以共鳴嘅情感，一種可以代佢哋講出心聲嘅力量。2024年，破地獄上映。呢部戲講嘅係香港特有嘅殯葬文化，講嘅係生與死、執着與放下。許冠文同黃子華時隔32年再度合作，意義重大。許冠文喺首映禮上話：香港700萬人都需要破地獄。呢句話心意十足。破地獄唔單止係為咗死人，更加係為咗生人。黃子華喺戲入面嘅表演已經去到左爐火純青嘅境界，佢唔再係嗰個喺舞台上面大嗌大叫嘅喜劇演員，而係一個眼神入面充滿故事嘅電影人。截至2026年，黃子華嘅3部戲加埋嘅總票房已經超過咗3億港幣。而周星馳呢？佢仲喺度籌備佢嘅新戲《少林女足》，但係香港觀眾嘅期待感已經大不如前。周星馳代表嘅係香港電影最輝煌、最狂放、最揾錢嘅嗰個黃金年代，而黃子華代表嘅係香港電影喺低谷中掙扎、喺廢墟中重建、喺本土文化入面揾生存空間嘅呢個時代。周星馳嘅喜劇係全華語嘅，佢追求嘅係最大公約數，所以佢可以喺內地市場攞到幾十億票房；而黃子華嘅喜劇係純粵語嘅，佢追求嘅係最深嘅共鳴，所以佢可以喺香港呢個700萬人嘅小城入面創造奇蹟。兩個人冇分高低，只係選擇咗唔同嘅路。但係當我哋回望1990年，睇返嗰個準備轉行做地產嘅黃子華，同埋嗰個被萬人擁戴嘅周星馳，我哋不得不感嘆，人生真係一場馬拉松。周星馳喺前半段跑得太快太猛，佢透支咗所有嘅才華同人緣，最後留低咗一個孤獨嘅背影。而黃子華喺前半段行得好慢，好辛苦，佢用咗30年嘅時間去磨練自己嘅思想，去感受呢個城市嘅脈搏，最後喺最需要佢嘅時候，佢企咗出嚟，成為咗呢個城市嘅英雄。周星馳嘅喜劇入面，主角通常都係一個有無窮潛力嘅天才，最後會練成絕世神功，打敗大魔王。而黃子華嘅喜劇入面，主角通常都係一個普普通通嘅小人物，佢冇神功，佢會失敗，佢會被人蝦，但係佢有一張嘴，佢可以用邏輯同智慧去解構呢個荒謬嘅世界。呢種轉變，其實亦都係香港社會心態嘅轉變。我哋唔再相信奇蹟，但係我哋仲相信公義。我哋唔再追求做英雄，但係我哋追求做一個有良知嘅人。1992年，周星馳嘅《審死官》講嘅係宋世傑點樣用聰明才智去玩弄法律，最後贏咗官司。2023年，黃子華嘅《毒舌大狀》講嘅係林良水點樣喺法律嘅夾縫入面揾良心，最後雖然贏咗官司，但係佢付出咗巨大嘅代價。呢兩部戲嘅對比，就係呢30幾年嚟香港法治同社會環境演變嘅最好注腳。喺2026年初嘅今日，當我哋再次提起喜劇之王呢4個字，你腦海入面浮現嘅係邊個？係嗰個頭戴白髮、孤身一人嘅周星馳，定係嗰個戴住黑框眼鏡喺破地獄入面慈悲為懷嘅黃子華？如果你問我，我會話周星馳係我哋嘅童年，佢俾咗我哋無數嘅歡笑，等我哋喺最窮困潦倒嘅時候仲可以做夢；而黃子華係我哋嘅成年，佢教識咗我哋點樣喺最荒謬嘅時代入面，仲可以保持清醒，仲可以用笑聲去對抗恐懼。36年前，一個喺出口，一個喺入口。36年後，出口變成咗入口，入口變成咗回憶。黃子華喺金盤口入面講過，如果你唔係一個香港人，你未必會明我講乜，但如果你係一個香港人，你一定會明我點解咁講。呢句話其實亦都係佢贏過周星馳嘅真正原因。佢留喺度，佢聽緊，佢講緊，佢同呢個城市一齊呼吸。1990年到2026年，呢個係一場跨越36載嘅長跑。周星馳用佢嘅前半生定義咗乜嘢叫做成功，而黃子華用佢嘅後半生定義咗乜嘢叫做堅持。當我哋今日喺戲院入面睇住黃子華喺破地獄入面同許冠文對戲，我哋其實係喺度睇住香港電影嘅傳承。許冠文交出咗接力棒，
周星馳選擇咗離開賽道，而黃子華佢仲喺度跑緊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唔好喺你30歲嗰年覺得自己係一個失敗者，因為你嘅巔峰可能喺60歲先嚟。亦都唔好喺你28歲嗰年覺得自己無所不能，因為時代嘅巨輪轉得比你想象中仲要快。周星馳依然係神，但黃子華已經成為咗我哋嘅屋企人。